大家好啊，我係大灰熊，多謝大家嚟睇我嘅頻道。呢條片啊，介紹嘅嘢有啲特別嘅喎，係一個汽車類嘅博主喺深圳搞咗一個佢喺呢幾年嚟玩翻新車、改裝車嘅作品展啊，展出一啲佢一直喺各大平台都有分享出嚟嘅車同作品。如果你係車迷、JDM 迷、頭文字 D 迷，當然唔少得係佢嘅粉絲啦，都一定唔可以錯過啦！呢個就係西蒙神奇車庫6週年作品展啦。等我同大家介紹下點樣去先。坐地鐵2號線、11號線、13號線到後海站之後啊，由 E 出口出站喎。一路行到去，見到保利文化廣場呢個牌。見到呢間 Jordan 粵菜啫煲，左手邊入去就見到神奇車庫啦！依家等我帶大家入去睇睇先。依家事不宜遲，等我用鏡頭帶大家睇睇西蒙神奇車庫6週年作品展嘅部分作品啦。放喺門口位置嘅速度與激情系列30日式。頭文字 D 系列嘅掃把佬同 AE86啊，雨宮 RX7，安打 EK9。當然呢度唔少得 Simon 最愛嘅各代30 EV Lotion 啦。除此之外啊，呢度仲可以見到反斗車王賽車總動員嘅閃電麥昆。呢部就係可可嘅漂移車180 SX。仲有放喺車庫 C 位嘅電鍍金色 RWB 930，見到真車真係靚爆啊！除咗睇到佢哋嘅作品之外啊，呢度仲有其他周邊嘅喎，好似呢啲滑板、T 恤同埋1:64嘅車模啊。你雖然擁有唔到佢哋嘅真車啊，但係都可以買到同款嘅車模㗎。
最後今日仲有個彩蛋嘅喎，就係 Simon 親自移車啦。依家就交俾鏡頭，等大家感受下當時嘅情況啦。提一提大家，西蒙神奇車庫6週年作品展期會到呢個暑假嘅結束嘅，仲要係全部免費入場㗎，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快啲上深圳睇下啦！當然唔少得嘅係同大網紅 Simon 哥合照啦！最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大灰熊遊記，多謝大家嘅關注、點讚同評論啊！大家精神啊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